咁翻嚟節目時間，咁平時喺超市買嘢嗰陣啦，商品上面都有一個一維碼噶。阿晶啊，你有冇留意有咩功能㗎啦？以我所知啦，一維碼就係俾錢嘅時候嘟一下就知道價錢。但其實一維碼已經用咗超過50年啦。而家國際上正係推動全面轉用資訊量更加大嘅二維碼。而家澳門都有唔少嘅企業啦，咁都幫自己嘅產品申請呢一個獨一無二嘅數字身份證，唔單止有助營銷，同時亦都可以推廣澳門品牌。新聞深度遊帶大家了解下。隨住物聯網等各項技術不斷進步，二維碼變得隨處可見，常見嘅產品條碼亦都逐步轉化成二維碼。一個主打售賣肉丸嘅品牌，由外賣小店到擁有自家餐廳同食品廠，經歷咗手工製丸到機械化生產嘅轉變，並成為澳門特色品牌。公司近年亦都積極開拓線上渠道，同外賣以及團購平台合作銷售產品。現時線上渠道銷量佔比達20%。為咗令到產品出海，公司參與咗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支持下營運嘅中國澳門物品編碼協會所推廣嘅 GS1 國際標準，以及我的 GS1 平台，為產品加入獨一無二嘅數字護照，實現商品信息嘅全球查詢同應用。除咗嗰個成分啊、質量啊、我個產品嘅來源啊，嗰啲全部都有咯。咁跟住我而家有咩推廣，我店鋪有咩推廣，咁即是話我可能一個肉丸，咁可能入去嘅時候，我睇到哦，原來係呢間廠嘅，佢個地址喺邊度嘅。咁除咗肉丸，哦唔係喎，原來嗰間鋪頭仲有墨魚丸，仲有蝦滑或者其他嘢嘅。咁或者個客可能下次都話。哦，我食嗰啲肉丸 OK 嘅，我又下次想試下其他嘢嘅咁樣。咁其實呢嗰個作用好大咯，推廣好大咯。如果唔係平時得一維碼，我買完翻去就哦幾好食，但係你就唔會諗話想睇下佢有其他嘅嘢，或者想試其他嘅嘢咯。我哋都係統一嘅，即係個貼紙都係貼喺嗰個產品嘅標籤上邊。咁即是話，因為始終會有交超市啦，超市有啲地方係未用到二維碼嘅。咁我哋會兩個貼紙貼晒，咁就隨個店家或者佢哋收銀嗰邊係用一維定係二維咯。咁我哋自己就兩樣都提供嘅。一維碼係日常普遍應用嘅傳統識別碼，由黑白條塊按特定編碼標準排列組成。每一個條碼圖形都內含產品相關嘅資訊，例如係生產國家或者地區、製造廠商、售價標準或者係生產日期等。而澳門發出嘅條碼就以958開頭。作為公眾認知嘅收錢工具，一維碼已經面世超過50年。負責制定同推廣全球條碼統一標準嘅國際物品編碼協會，計劃推動全球商品條碼喺2027年前由一維碼向二維碼轉換，即係 GS1 國際條碼標準，引領各領域全面實現商品二維碼嘅識讀、解釋等功能，達至各行業之間數據同資訊互聯互通嘅效果，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更全面嘅服務。為咗配合全球二維碼遷移計劃，中國澳門物品編碼協會作為地方成員，亦都致力於推廣 GS1 國際標準同澳門958商品條碼。近年更加係重點支持本地企業數字化轉型。協會目前已經有超過340家會員企業，近2萬項澳門產品通過協會嘅電子平台發布至 GS1 全球商品數據平台。協會話，二維碼可以承載更多資訊，核心突破係實現同消費者嘅直接連結。進入咗二維碼呢一個階段之後呢，由於能夠承載更多嘅資訊，咁消費者佢係可以透過手機去掃描呢個碼，而睇到佢哋嗰個呢個產品嘅資訊啦。例如，如果產品有一啲證書，佢可以會睇到啦。或者一個生產商啦，一個來源地啦，環保嘅聲明啦，佢哋都會見得到嘅。咁喺企業嘅角度，作為生產商，佢可以放自己嘅網址。咁我哋好多嘅中小企業，我哋冇專屬嘅網站㗎喎。嗱，呢個唔緊要，只要佢係我哋物品編碼協會嘅成員啦，
咁佢有自己嘅一個帳號去登入、去輸入自己嘅產品嘅資訊啦，亦都可以放一啲社交媒體嘅一啲資訊。大家日常喺超市買嘢嘅時候，通常都係掃描產品上嘅一維碼付款。咁新嘅二維碼同收銀系統會唔會唔兼容？呢一家由內地物聯網企業喺澳門設立嘅子公司，係經澳門特區政府認證嘅重點科技企業。喺推動一維碼向二維碼過渡方面，公司喺二維碼先導計劃中首個 POS 機服務供應商試點，目前正係處於試行 POS 機讀取產品二維碼數據嘅階段。喺二維碼嘅解讀上面嚟講咧，我哋嘅硬件啦，全部都已經係兼容㗎啦。咁當然啦，我哋硬件有唔同嘅型號啦。嚟緊咧，我哋都會做唔同型號嘅一啲升級嘅。但係咧，當然啦，我哋見到喺日常嘅場景當中，當我哋去識讀一啲二維碼嘅時候，譬如話，如果呢個二維碼佢喺產品上面有一定反光嘅時候啦，或者係有一定破損啊，或者係一啲高速嘅狀態嘅時候，可能會影響到識讀嘅一個效率同埋速度啦。但係呢一啲場景咧，其實我哋喺以往，即係我哋喺內地嘅時候，喺實驗測試嘅過程當中咧，都已經去進行咗處理㗎啦。係啦，咁我哋係透過去不斷咁樣去升級我哋嘅算法啦，去優化我哋嘅算法啦，去不斷咁樣去做一啲測試啦，去解決啦。咁同時咧喺澳門咧，我哋都會去做一啲商戶嘅培訓啦，令到佢哋更加去了解翻點樣去應用翻，就可以提高翻我哋二維碼識讀嘅一個效率嘅。線上渠道已經成為眾多企業嘅重要銷售支撐。而二維碼更加係品牌數字化升級嘅關鍵一步。公司話將會持續深耕數字經濟領域，聚焦場景創新同技術優化，再令澳門構建更完善嘅數字化生態。智慧城市嘅建設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場景啦，譬如頭先講到嘅智慧物管啦，我哋嘅智慧教育啦、智慧零售等等啦。咁呢一啲場景咧，都係需要透過唔同嘅硬件同埋軟件嘅配合集成去到實現嘅。咁我哋喺澳門嚟講咧，其實最早由支付出發，去到而家咧，亦都有喺唔同嘅多元化嘅場景去實現同埋拓展我哋嘅業務啦。咁喺零售嘅方面啦，零售餐飲嘅方面咧，其實我哋早前喺生產力企嘅中小企智慧化升級嘅項目入邊咧，亦都有服務好多唔同嘅一啲商戶啦。咁喺呢一啲過程當中咧，我哋亦都不斷咁樣去因應住市場嘅一啲反饋啦，去升級同埋去調整翻我哋嘅一啲硬件同埋軟件啦，去更加貼合翻澳門嘅一啲發展嘅。澳門物品編碼協會喺今年10月全新推出嘅我的 GS1 平台，由澳門產品目錄電子平台嘅基礎上全面升級同優化，當中包括可以同時生成一維碼同二維碼、批量上傳產品資料等，為企業產品從一維碼過渡至二維碼創造咗必要條件，便利會員企業一站式管理產品，開展數字化營銷。會員企業啦，喺生產嘅產品之後咧，就需要去申請條碼嘅。所以今年咧10月份開始啦，我哋 GS1 Macau China 咧就正式上線咗賣 GS1 Code 嘅平台啦。咁透過呢個全新嘅平台咧，亦都係可以將二維嘅條碼咧係好便捷咁樣生成嘅。咁所以我哋透過自助嘅方式啦，生成咗呢個條碼之後咧，就會印翻喺個產品呢一度嘅。而除咗一般嘅收銀功能之外咧，其實仲會承擔更多嘅可以俾到消費者互動嘅訊息嘅。協會喺早前舉辦活動，推廣 GS1 國際條碼標準、新一代商品二維碼技術同展示澳門品牌商品。有參與嘅企業話，今次活動提供重要嘅交流平台。不過內地入邊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啲客人咧，佢哋對於我哋嘅產品一啲嘅認知嚇，同埋一個作為一個品牌嚟講嘅一個專業嘅情況，係咧喺包裝上邊，可能啲人有陣時睇啲成分，佢哋可能未必會睇得咁仔細。掃二維碼嘅時候，所有嘅我哋可能係包裝上面冇辦法體驗到嘅一啲資訊咧，都可以喺個二維碼嗰度可以睇到出嚟嘅。呢個舉動呢，係對消費者也好，供應商也好，係一個比較清晰嘅去了解呢個商品同埋呢個商品嘅歷史啊，咁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㗎。其實對
商家亦都係有個好處嘅，即係將自己嘅產品更清晰話俾啲消費者聽。咁消費者如果有更清晰嘅資訊呢，咁佢了解多啲個產品呢，佢可能會越鍾意對你嘅產品更有信心。物品編碼協會話，二維碼係企業數字化轉型嘅重要一步，唔單止優化供應鏈效率，更加搭建起企業同消費者之間嘅互動橋梁，增強消費者信任，亦都為企業提供新嘅推廣渠道，契合數字經濟嘅發展趨勢。